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，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阿西婶，你们两个人真的都是亲姐妹啊？怎么她没有出嗓门啊？伊是咧讲啥？伊是讲阿姨的声来遮尔粗，甲你无共啦。都吼，伊啦，细汉的时阵吼，这头吼，有烧到啦。我知道。阿西婶，会不会太打搅了？不会了，瓦基那边还给我绑经呢。哎呦，你怎么不早说嘛？我站在外面累死了。走。哎，喜妹呀，来，进来了，喜妹。喜妹啊，来啊！阿姐，我先带入来好。你位内面啊？阿春。阿母啊，伊哪会遮大班呐？亚春讲这是因兜的，阮欠伊的哦。哎呦，较细声哩啦。前安尼是要去倒啦？我要来找秀玲。妈，这几天拢互你烦恼啊。烦恼嘛是会烦恼啊。还是讲你即马转来吼，我嘛较放心啊啦。你要去找秀玲创啥物啦？你即马安尼出去，毋拄好若去互宪兵掠去，安尼看要安怎？哎呦，你嘛安尼家己的代志解决了好势，才来想别项。妈。即马讲啥物拢无路用啊啦，倒一时算一时啊啦。要毋过我袂使互秀玲来误会我。秀玲的代志你也知影？你莫讲问啊！哎呦，阿喜呀，阿母即马吼有新妇无新妇拢无重要啊啦，上要紧的就是吼，你赶紧来洗清你的罪名啦。安尼啦，等迄对吼大家新妇伫的，无吼明仔载我才叫阿春吼去约秀玲出来，好无？莫着急啦，吼！阿春姐啊，阿春姐啊！秀玲，我去啊！阿喜，你来请假安尼啦？水无？哎呀，拢什么时阵啊？你可你哪讲生气哦？迄天伫迄台前，我无机会跟你讲着阮，我足烦恼的呢。你若
可能是毁掉啊？我家己嘛无能奇妙啊。即摆大家看着我，敢若看着鬼。你若排你足欢喜哦，我互掠去，较袂甲你高高低。那你哪会讲呢？无我问你，最近是在啥物人无？我一刚刚走去恁兜探听你的消息啦。我电视要倒啊？你转来家啊？啊，你哪无来找我？人烦恼你哦，烦恼到要死啊！你叫你咧食这种醋。是毋是和你后爸同款？送较惊的，即摆等一个好野人。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就喜欢是无？那我问你，若是你和我结婚，你愿意对我吃苦一世人无？根本你一世人拢无出退，因为做一个可怜的。秀莲，秀莲，是，早啪啪一罐物件叫人咧款款种。哎，不，阿爸，秀莲，我跟你讲，哎呀妈，免去这个地方，迄乱小样，要请咱食饭呢。哦。阿爸，我会穿甲水水去啦。对啦，会记得，你穿较水的哦，搁袂用笑爽。哦，看6点哦，要开一台乌头车来接人呢，哈。阿姨即嘛，昨暝多谢你哦。你是安怎？无欢喜哦？你还有够无？无迄边还有。有够啊啦，无几领衫尔。你真正无代志哦？若是因为阮店家甲你搅了，你甲我讲哦。无啦，我是咧烦我家己的代志。家己的代志？是咩？我问你，若一查某囡仔甲你讲，你永远拢做科字的，是嫌你无钱，还是嫌你无出头，还是超工甲你激的？科字？警察嘛？你是咧讲啥？哦，我是讲阮孙仔的代志啦。你咧替恁孙仔烦恼哦？这款话吼，着爱看听的人安怎想啦。做警察有钱无钱是不要紧，要紧的是爱看你是毋是有这心替乡民服务。就算讲你一世人做苦力，若会当得到乡民对你的呵劳，照我看起来，这嘛算真有出头啦。对，你讲和我想的同款呢。但是，你若无安尼想呢？老少爷，好诶，你这工我穿个这件这青衫，食一个我已经足饱的啦。哟，小李小姐，小姐。阿爷嘛，啊，泡茶。啊好。哦，这地我知影，我捌看过这只乌大木。哦，这种吼足简单的呢。哇，哈。哦，来，拍摄。哇，真舒适呢。小李小姐，啊你敢有食饱？有啦。老少爷，你这间厝吼，遮大间，遮舒适咧。啊，是讲，敢讲你家己人咧住，啊，拢无人咧风台你啊？哦，阿伯，我即马讲我是一个人，还未结婚啦。哦。啊，不过我的爸母是希望讲哦，我会当赶紧找到一个好的对象。对，应该。听人讲，小莲小姐已经有好的对象了。无，你莫听乌白讲，阮少年啊，歹甲迄个大个，等有人要治啦，迄毋是啦，迄都算讲种年仔时阵，大家当成大汉的朋友啦，无啦。阿爷啦，啊，去将物件摕出来。哦，是。
啉茶啦，啉茶。阿伯，哈啊，恁二爷饲卖药啊，生意有好？啊，讲甲迄花花啊啦，免哪有啥物好歹。迄是讲，阮少年着爱咱唱歌蒙嗨吼，啊，我毋知啊无吼，早我就改大啦。啉茶不摕来。哎，我这里看。哎，谢啦。阿伯，哈？这吼是日本上界有名西口的表啊。谁靠下呀？哦，我知影。这啥？别送啊！哦，好，嘿嘿，多谢。少年，你去看卖啦，不要紧啦。哦，你看金闪闪啊！哦，这，哎呦，拍开看卖讲啊，不要紧啦。哦，哦，这是水。少年，有介意？若是有介意哦，都送。啊，紧甲说着啥？罗大老少爷啊，胖师啊，哈，你这卡手表吼，跟少爷挂一卡吼，是同款的呢。哈，系啊，钢牌哦。对啊。哦，老师啊，我一世人吼，嘛捌挂过遮尔好的表啊。多谢吼，歹势。阿伯，我就是知影讲哦，你普通是无咧看表啊，嘿啦，所以毋知买这来送。安尼看时间哦，较方便啦。是。少年，我知影你是做爱唱歌的，所以讲吼，我着买迄台日本甲美国合作生产、上界先进的电唱机要送。哦，这电唱机哦。我是想讲吼，普通遮夜市啊，生意若是无好，少年感觉嘛会当踮厝唱。搁再讲，少年一个查某囡仔，对人伫外口走跳，安尼嘛无好。你安尼讲是无毋对啦，那是讲，你讲叫我生意莫做，我两个表姐是要食啥？胖师啊，等你工无走透透，等是咧走假的哦。阮少爷讲的话，你敢会听无？哈哦，这台啦，这台哦，来放你的房间的。无咧，这放去客厅哦，人较有看的。不是啦，放到遮哦，你较方便啦。阿爸，啊，你收了遮尔济贵重的物件，安尼敢好？是安尼，讲才咧讲哦，阿爸实在哦，帮你福气啊，要无吼，这世人啊免什么孝顺，你看，哎呦，这表啊遮水安尼，哦，金光长长骨啊，我一粒你搁一粒。啊，毋过我就无爱这种感觉。即摆若要摕转行人，安尼这个人的意思唔好啦，哦。嘿，这个罗少爷讲起来吼，不是讲较有钱尔，佮有心哦。啊，对你哦，实在也无话讲。敢讲你无介意啊？阿爸，哦，无介意无，我摕转来用啦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无你收起来。哎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行！哎呦，不要盯着，给我下来了！哎呦，你个下来！哎呦，阿春啊，是安怎啦？阿母啊，是这外甥婆给我送的啦。妈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怀孕了呀？她呀，还拿个钉子在那边咚钉个不停啊！你新妇有先教我什么地带啊？就好啊啦，你这间唔通去安尼舞。阿母啊，你唔知影，这外甥婆不怎订物件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是人欠的，食阮兜住阮兜，我要安怎订就安怎订，你是安怎？哎，你这么盯啊盯的，会冲杀到我的孙子，你知不知道你？跟我什么关系？妈，我们住人家家没关系的。哎呦，阿春呐，咱嘛有这个禁忌伫的啊，唔通安尼啦。哎，张太太真歹势啦，我叫阮新妇哦，莫搁订啊，安尼唔通生气啦吼。阿母啊，是的啦，哎，唔免啦，
咱们进去。阿母啊，自从因住咱兜了后，甲咱的厝当作行灶骹共款。哎，阿春啊，喂，你伫拜啥？你不认字啊？这是我儿子的牌位啊！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开！啊，阿母啊！哎呦，这个神经病啊你！妈，怎么了？你这个神经病！我给国强上炷香拜一下，他大呼小叫的。你怎么在这儿拜啊？不在这拜，到哪去拜啊？阿母啊，进来看啦，你紧赶紧些啦！你看卖咧，你看卖咧，你看这是啥物？哎呦，妖精哦！我早就讲过哦，因遮的人哦是愈来愈唔习惯啦。你哪用煮这新猪排才吃啦？哎呦，小妹啊，小妹啊，你紧来一个啦！哎呦，你来看卖咧，这新猪排哪用才吃？今日好心好意的，你甲因讲哦，我要请倒去啦。这哦，不能放是不是啊？阿喜婶啊，你忘了国强是怎么死的啦？是为了救你的一命啊，我们家才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啊！喂，你讲的较客气的哦，你意思就是讲是阮阿姨将你囝害死的哦？本来就是他嘛！袂安尼啦，伊免哪有可能安尼？姊啊，阿春啊，我想这中一定有误会啦。啊是啥物误会啦？若讲万项代志哦，我听好让因啦。啊，若迄新猪排要放在咱厝内面哦，我绝对唔答应啦。你敢知影？安尼去冲犯着咱厝内面的公妈，这是大不孝呢。搁再讲你的代志，哎呦，总讲一句，若去互刷着，看要安怎就对啦。对，阿母啊，你讲的话真有道理，这是一个歹计条呢。阿姨啊，若是真是刷着你哦，你着稳死，你知影无？哎，你们啰啰嗦嗦的，有完没完啊？不肯是不是？好啊，阿先生，要还我儿子命来！哎，要还我儿子命来啊你！姊啊，阿春啊，不过安那将来因囝嘛是为着我才会。啊，你干那替因想，你嘛爱小替我小想一下。好啦，啊，你若真是答应讲吼，新猪排也要放在遮吼，伫个你还袂死的进前吼，我先死互你看啦。啊，先生。不要紧，我出去看卖。谢妹，他们现在知道了，咱们不是在这白住，是他欠咱们的。妈，人家说的没错，这儿毕竟不是咱们的家，把国强的灵位供在这儿，我想国强也不会舒服的。我们还是把它收了吧。收了，收到哪去呀？只要在这个房子里啊，哪都不行啊。那就烧了吧。烧了。烧了。你说要把国强的牌位给烧了，他才死了多久啊？你心这么狠啊？你忘了，你是国强的媳妇儿啊！妈，不过是块牌子，国强在我们的心里只是块牌子呢。如果为了这个牌位，闹得这个屋子不安宁，国强的灵位也不会安心的。妈，就让国强安心的走，让我好好把孩子生下来。将来我们安顿好了，再磕一块也不迟啊。国强，今天我把你的牌位烧了，并不表示我忘了你，而是我会每天在我心里面记你100遍。萍水相逢，阿西婶儿肯收留我和妈，已经很不容易。
我能去给别人找麻烦。国强，你会原谅我吗？